自從妹妹出咗世之後，我就開始學嘅人奶度，做過好多 research， 終於揾到適合自己嘅泵奶器。我可以講嘅 Snow Bear 嘅泵奶器絕對係媽媽級嘅天花板，電量夠高，吸力好，一定係媽媽上半左右嘅一物啦。平時我就習慣開機之後開5分鐘吹乳模式。以前用啲舊式嘅泵奶器會因為太大力而整親乳頭，而 Snow Bear 嘅泵奶器可以因應自己去調節力度同埋頻率，咁就唔怕整親啦。凌晨時間係做乳嘅高峰期，我通常都會喺呢個時間爭取機會泵多啲奶。泵奶之前唔好唔記得補充水分啦。瞓醒之後又繼續泵奶啦。以前泵完奶個奶樽都好怕倒瀉，今開我就加購咗呢一款免提式吸乳罩，佢有呢一款小洞口嘅設計，就算夜晚眼蒙蒙都唔怕倒瀉啦。呢款吸乳罩仲有分21、24、28 3個 size， 就算咩級數嘅媽媽都可以放心購買啦。呢部機身仲有6層嘅降噪設計，咁夜晚起身泵奶都唔怕嘈住隔籬嘅爸爸啦。3個鐘頭後又打滿1樽啦。睇住一支又一支奶擺喺雪櫃，真係好有滿足感。好感恩認識到 Snow Bear 嘅泵奶器，因為佢哋嘅泵奶器真係超好用，令到我對泵奶增加咗好大嘅動力。想成為富媽媽好容易，只需要登入返 Snow Bear 嘅官方網站，撳入返產品嗰一欄，拉落少少就可以揾到 Snow Bear 嘅泵奶器啦。用返我哋嘅優惠碼購買，仲有85折添，仲有1年保養㗎。